咁所以喺嗰個咁嘅發展咧，就要好需要嗰啲VC 啦。咁但係由發展到一個地方去到另外一個地方，點樣去連接咧，係一個好大嘅關鍵。咁我個人咧就睇見過以前十零年之前咧，有其他國家係我哋 Silicon Valley問，我哋點樣可以合作，點樣幫助？好似喺芬蘭咁啦，咁佢哋咧就初嗰陣時咧就佢本地嘅 VC infrastructure， 即係 VC 嗰個唔係好成熟，咁佢哋咧就即係咧，因為其實 VC 就係英文講咧就係其實一個 hedge fund 嚟嘅啦，咁啊即係佢哋咧就國家就本身咧就投資咗500萬美金，就叫當時我另外一個公司接嚟嘅venture fund 咧就 manage 佢哋，即係管理佢哋，就專門咧就翻去芬蘭嗰邊嘅初期嗰啲咁嘅 startup， 係幫佢哋，即係幫佢哋處理，幫佢哋即係幫助佢哋，即係點樣睇法，即係培養佢哋當地嘅 VC 嘅成熟化。咁另一方面咧，有啲咧其他咧，即係中國嘅，其實咧有好多中國嘅例子。今時今日個 IDC 咧IDC Venture 咧，其實咧就係同美國係一兩間VC 係有合作嘅。咁Sequoia 即係其中好出名，又投資 Facebook 啊，投資其他都有喺中國，同埋 actually 佢一搬咗咧，就去咗印度，都係多。咁主要點解呢啲 VC 係乜嘢咧？就係有幾樣嘢嘅。第一，佢就住係即係嚟香港咧。咁當然香港要做多啲功夫咧，即係政府要做多啲功夫，即係推廣下呢個即係對外即係比較開，即係其實唔可以即係淨係保密喺香港即係要多啲出去介紹下香港嘅好處。咁即係有好多啦。如果係呢度嘅 VC 係成熟一點咧，就好多，我個人覺得咧，有好多機會咧，係外國嘅 VC 咧係肯會一齊合作，向喺呢個香港。因為個人對香港同埋中國呢個高技創業未來嗰10年8年咧係好樂觀。點解會咁樂觀咧？我即係補充幾句啦，即係有時間。咁你即係你好似頭先個教授新加坡嘅教授講，咁其實就係市場嘅知識，市場嘅認識係好重要嘅。咁你好似今時今日，我哋個個都拜服 Steve Jobs 啦即係 Apple 咁 iPhone。